后来阁来是台北地方法院继续来审理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，再起是传唤到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如修出庭作证，要来厘清众望基金会甲木壳公司资金的流向。穿西装外套行入台北地方法院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摕今日阁开庭，气势看起来袂歹。只是这伫法院的门口伫甲加油，被传出庭作证的，就是伊。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，伊是以前众望基金会员工的身份来作证的，证明基金会甲木可公馆的金流。伫法庭上，郭文摕律师先加问，伊讲众望基金会董事长、执行长拢是李文忠，因想卖李文官是负责小目处理基金会请款的代志。律师是甲问讲，李文官捌讲过，众望基金会甲木可是一个支配者，拢毋是郭文摕。周如修讲，伊嘛是安尼认为。郭文摕之所以要出现伫基金会主持活动，是因为伊是招牌。法官认为，他当时领众望基金会的钱，却在帮柯文哲主席准备竞选总统的事务。那这是呢不法侵占众望基金会的钱，笑掉全台湾政治界大牙的理论。甲开庭同步进行的是检方针对郭文摕的交保裁定提出控告，控告书伫早起送到高院。法界分析讲，敢会成功关键伫对着证人的认定。里面相关的人等其实非常的庞杂，是不是一定同车的人就是会影响到本案后续实质的审理？这个高院会做一个裁定。高院证实讲，针对北检的控告已经收案，并且完成分案。合议庭的审理结果，外界拢真关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